诗篇49篇，靠拉后代的诗，交予圣乐长。万民啊，拢着听；世上拢总的子民啊，着压耳孔听。无论卑贱尊贵，好囝善妾，拢着听。我的喙要讲智慧的话，我的心要想明理的事。我要压耳孔听譬喻，弹琴过细奥秘。歹人用盔甲包围我，伫患难的日，我嘛毋惊。因倚靠财富，夸口好囝，无一个有法度赎回家己，嘛袂当用钱对上帝赎回性命。因为赎回性命的代价伤贵，永远付袂起。人袂当久长活地，免受毁灭。有人看到智慧的人死，愚戆无知的人嘛拢灭亡。钱财拢留予别人，因想讲因的厝会永远留地。因徛起的所在会煞到万代，所以用家己的名号家己的地。毋过人袂当久长享受富贵，会亲像精生灭亡。这是倚靠家己的人所行的路，是赞同因的话的人的结局，亲像注定落阴府的羊。死亡做因的牧者，带因一路到坟墓，因的身躯伫阴府消灭，无搁有徛起的所在。毋过上帝会赎回我脱离阴府的权柄，因为伊会接纳我。人发财，家庭加添光彩。你毋免因为安尼着惊，因为伊死的时，无一项会大去，伊的荣华袂缀伊去。虽然伊在生，家己夸耀有福气，成功得到人的学乐，伊最后嘛着去见因祖公，永远袂搁看见光。人袂当久长享受富贵。伊会亲像精生死去，嘛通译做人伫富贵的时袂晓想。